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亚洲访问，伫台湾时间透早4点22分已经飞到头一站新加坡。国内今仔增加16352例本土病例，有30来人死亡。年底可能会开放边境，观光局嘛邀请日本的采散团来台湾。国立大学校长今仔联合交接，针对最近的论文争议，有校长认为这显示国内社会上相信文凭。先开始来看，这2天大家拢真关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亚洲访问，专机到底是飞到对路？佩洛西的专机伫台湾时间透早4点22分已经飞到头一站新加坡。我们对于外国的贵宾朋友来我国访问，都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于外宾的来访，我们都会做最妥善的安排，而相关的时间、期程等等，也当然都尊重访宾的规划。飞行追踪网站 Flight Radar 24显示讲，可能在佩洛西的军机。Sputnik 已经伫透早4点21分降落伫新加坡的空军基地。新加坡的外交部嘛证实讲，佩洛西会伫8月7日、7日访问新加坡，下晡会伫新加坡美国商会的活动来致辞。佩洛西敢会带团来台湾访问？有法国媒体是指出讲，佩洛西有可能会伫测试对菲律宾来台北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再个飞去日本哦。不过咱国外交部是无任何的评论。再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16352例本土病例，有30来人死亡。另外，北部嘛验出2例 BA.5的案例，拢是30外岁民众，有可能是社区小话。伫南部船场哦，无阁验出新的 BA.5案例。咱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病例本土的病例有16352位，那这是从我们4月30号15033位确定病例以来，这大概93天以来的病例数最少的一天。死亡的病例有36位，39例的这个中重症的个案，那这个也是5月3号以来90天后我们在有这个比较低的新低的一个中重症的确认数，确认2例，这个是北部的社区感染的本土个案，30多岁的男性是有接种3剂的疫苗，过去没有这个最近的出入境的记录。7月24号开始有发烧的症状，那就医采检 PCR 阳性，CT 值是21，那经过后续的这个基因定序是 BA.5。那另外一位是北部30多岁的女性，有2剂接种疫苗的记录，最近半年也没有出国。7月23号开始有发烧相关的症状，做快筛是阴性，不过隔天因为症状持续，又去就医做了 PCR 采检阳性，那他的 CT 值是19，经过基因定序也确认是 BA.5，目前南部这边是已经告一个段落。并没有发现有这个职场当中有其他 BA.5 的个案出现社区当中也没有新检出的 BA.5。国内疫情缓和，年底是有可能开放边境，观光局嘛邀请日本的采散团昨来到台湾，今仔早起去野柳。观光局表示讲，希望让日本人会当来了解咱台湾的国旅是无问题，要让日本民众会当放心来台湾旅游。对着镜头拍招呼，大家做阵翕相留纪念。由日本业者组成的东山访问团30日来台，进行4天的考察。休困一暗了，初一早起去野柳地质公园开始第2天的行程。昨天因为是进来比较晚，所以隔离的关系，昨天没有排行程。那今天一早就来野柳，然后下午的部分，等一下就接着可能会去基隆他们对于正滨渔港或是说他们目前首相的那个五虎店的部分有兴趣。那因为基于防疫的规定，我们那个参访的行程原则事实上是都在车上见血。这回观光局是以专案计划向疫情指挥中心提出申请，
25个人来台湾，无受到3+4检疫限制，拢经做过 PCR 检测，行程中需要团进团出，全程无甲民众接触。找你会坐上山观光巴士，坐台北市的景点，参访免税商店，并且甲台湾的旅游业者甲观光局人员交流。8月初3登去日本，所落来深受其他国家访问团的来，观光局讲，其他真侪国家拢正伫咧邀请。因为涉及到要隔离的部分。目前大概业者都没有意愿，所以因为日本是我们来台的一个主要的入境的人数的比例比较高的国家，所以原则上我们这次是以专案报防疫计划免隔离的方式来邀请。上礼拜也有一团韩国的一个媒体有意愿，但我们检视一下之后，可能要再做一个修正。观光局讲，会规划搭讪访问团，主要是要让日本人了解来台湾旅游无问题。等未来国门开放了，会让更加安心来台湾旅游。记者综合报道。选前的新闻来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今仔早起去坐艋舺顶，有人问伊讲，敢会烦恼黄珊珊会分掉立赢的选票？陈时中是表示讲，伊会拍拼来争取选民的认同。针对不应情的补助，蒋万安讲伊家己真有功劳，方家己讲是足成阿叔。也毋过，陈时中是认为上大的功劳应该是行政院。签名打卡，台北市连赢参选人陈时中坐万会顶，成功连清选票。经济联合报民调显示，共同参选人蒋万安得到2成8选民的支持，领先陈时中的2成6，黄珊珊2成5。被问到是毋是烦恼黄珊珊分去连赢选票，陈时中表示会更加精进争取选民的认同。比赛在刚刚开始的阶段嘛，哈，那这民调让大家做参考，更精进，把我们的政策能够讲得更清楚，好，让大家能够认同我们。三家都竞争激烈，蒋万安将扩大不现金人工城市补助方案列为政绩，引起立宪立委的反弹。考试已经伫建议，才即阵根本是挂吊尾。那也反击蒋万安是长期推动扩大不现金补助，也有造成压制的美名。谁最具体提出要由原本的中低收入户的补助扩大到一般的民众，而且排富？就是蒋万安。陈时中也进一步表示，扩大不现金补助方案上大功劳伫行政院。另外，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透早是合体市长关体出席市政行程，勤走基层。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长民进党的参选人林佳龙的竞选总部今仔开始运作。林佳龙嘛将对社会主体进度，佮有都市外交的成果等议题提出质疑。侯友宜除了昨伫面册抛出甲都市代表交流的画面，今仔嘛出席社会主体的活动。所在正快共享空间，这是新北市土城的元和社会主体。新北市长侯友宜再来甲青年座谈，了解合作强固的计划。不过，对手林佳龙搁再讲社会主体议题，批评新北市未来的社会主体规划户数是0。侯友宜有话要讲。目前为止，我们跟中央大家一起合作，在新建完工或在新建中的社会住宅有1.1万户，未来再搭配租金补贴，还有包租代管，我们不断的往前走。林佳龙出席这次竞选总部。地点就建伫咧行政院长苏贞昌当年的竞选办公室。林佳龙强调，每一件对新北市政府的指控拢有根据，尤其这么伫咧走基层，也听到一寡声音。有时候他们会鼓励我说：“那个佳龙哈，你面对的是一个总统级的市长参选人。”我觉得说我们不是在竞争市长吗？怎么好像这一个我的对手？已经预设了他的下一站。确定未来3个月嘅选战的节奏，也继续伫咧讲选总统的议题。林佳龙呼吁侯友宜明确表态，未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对内也有一寡人认为侯友宜和林佳龙的议题牵咧行。侯友宜是回应讲，新北市的各项建设拢一直伫咧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争议。林志坚的指导教授现任国安局长陈明通曾发声明强调讲，伊是先改林志坚的论文，才交予余正煌参考。台北市议员王宏维今仔是向教育部检举陈明通违反学术伦理。
民进党团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案争议不断，以他台市的指导教授、国安局长陈明通嘛，也做争议的目标。因为陈明通7月31暗发声明讲，伊是先修正林志坚的论文相关部分，才交予吴正宏参考。陈明通在这一阵子以来，他所有的作为，事实上已经完全的证明自己已经违反了学术伦理。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维召开记者会讲，伊的告发陈明通是根据专科以上学校学术伦理案件处理原则的规定，指导教授对学生的论文若是有监督无周全的所在，爱负责任。一定要让他去面对他作为一个指导教授，他应该要面对的责任。不过，林志坚竞选团队总干事陈文平是批评王宏维根本无了解规个论文事件，乌白指控。王宏维议员本身，他本来对这个事件是操作他自己的声量，他不求甚解，他可以指控林志坚，也可以指控于先生，现在还要指控陈明通老师。那我想要请教的说，那你一开始怎么认知这个论文的事件？王宏维表示，伊已经发函教育部，教育部也未提出回应。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再来看教育部今仔举办国立大学校长联合交接典礼，教育部长潘文忠望这个校长全力打拼，承担高等教育的责任。针对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争议，有大学校长是认为讲，这嘛显示讲咱国内的社会相信文凭咯。为国部长潘文忠手内接聘书，4位国立大学校长因为办学真优秀，促进的2位国立大学校长接高等教育祝福人才进步，部长翁望欣全力以赴。特别能够透过实践、教学创新、善用数位科技，以及培育跨领域的未来人才，善尽社会的大学责任。亲像在下任的教育部资讯甲科技教育司长郭伯贤接台中教育大学校长职务，就努力推动班班有网络、生生用平板的政策，透过科技和偏乡研得到公平教育。就是未来的市长跟我们也会一起努力，来让这个政策更实际落实到我们的中小学的情境。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无缝接轨。因为民进党同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案引起各界讨论，甚至有国民党籍人士也被指控用用反中的方式，疑似是抄袭政大学者的文章。学术人都应该本于初心啊，重视学术伦理的重要。如果失去这个初心，我想，很多的学术工作就没办法做得好。要把事实弄清楚，相关的法规、相关的规则，相关的一个价值的标准也要弄清楚。校长认为，感觉政治牵涉到学术，对高等教育发展不是好代志。这至少也显示台湾对文凭的过度背书，也望望专案应早日查明。记者综合报道。咱个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2届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今仔早起举行，行政长苏贞昌伫开幕致辞的时阵表示讲，台湾这几冬已经修正540条相关的法规甲行政措施，也毋过人权的议题永远无法度做到100分，政府会继续打拼。为了落实甲促进身心障碍者的人权甲尊严，咱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简称 CRPD。第2届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初一伫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邀请日本、澳洲、英国也有加拿大等5个国际人权专家来台湾进行在地审查。The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second review of the CRPD in Taiwan is ever higher for the promotion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行政院长苏贞昌参加开幕式致辞的时阵表示，过去4年来，咱国已经修正449个违反 CRPD 的法规，也有行政措施，包括法官法、医师法、甲社工司法等等。而且，甲因为新障的身份，限制民众领执照或者是执行职务的规定删除。1808年明定台湾手语正做国家语言。1811年出版台湾译图参考指引，让大家会当更加好理解这些资讯。在这几年间，我们已经修正了540部的相关法规，我们甚至于把所语都由法律规定作为国家的语言。苏贞昌强调讲 ，CRPD 是21世纪第1个国际人权公约。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不过执法性落实 CRPD 的规范。
接续3天的审查会议，国际审查委员会甲政府的代表，也有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提出具体建议。记者综合报道。委员会转做云南会已经3天了，今仔早起办研讨会，副总统赖清德受到邀请。副总统是认为讲，云南会应该化被动为主动哦，唔那调查嘛应该爱建立冰监的制度。云南会主委杨宏志是表示讲，因会来研究。伫经历过台铁太鲁阁牌匾甲停龙游览车弄山壁等重大事故调查，2019年自委员会转做云南会成立已经满3年。调查范围自过去的飞航事故，增加到铁道、水路甲公路重大运输事故。发表成果及研讨会，副总统赖清德伫咧作小致辞时阵指示，希望云南会毋但只是被动的调查，也当主动出击，建立评鉴制度，伫意外发生进行防范未然。我们主动的、有计划的去进行评鉴，预防重于治疗。我们要竭尽我们所能的，去善尽我们的责任。对此，云南会表示，虽然评鉴无属于云南会的业务范围，也毋过会甲相关单位讨论，看是毋是当建立一套机制。若是要做评鉴，一定要增加更加侪专业的能力。云南会也宣告，未来的调查业务范围会包括发射卫星的载具火箭的安全。要成立太空调查组，就会继续找人。运工中心大概顶多再增加8位左右，但是对于太空的话，大概需要1个委员，再加上7到8位的专业调查官。云南会也讲，已经争取到国际运输安全协会明年6月来台湾办年会，美国、加拿大、加日本、韩国等世界主要国家拢会来参加。也若受到俄乌战争影响，俄罗斯是袂来参加。中国大陆因为事故的调查报告拢无对华公告，无符合调查独立的条件，所以也无资格参加年会。这也是国际运输安全协会自2019年以来第2遍伫咧台湾办年会。云南会将会甲国际交流3年来的经验成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全国工业总会公布的工业白皮书，对政府提出208项的产业政策建议。工总的理事长苗宏强是讲哦，最近1-2冬有不少台商更来台湾投资，看起来是经济成长，也毋过国内欠电、欠水等误欠的问题是真严重，厂商拢在抢资源。工总嘛表示讲，9月份会个召开电价审议会，电价若是个起价，人民会反弹。全国工业总会9位成员手提大家发布的工总白皮书，高高一本，内底内容拢是对政府提出的产业建议。今年有8个单元、74个议题，拢总提出208项产业建议。这嘛是联华新通集团董事长廖宏强接工总理事长了后，头一届发布工总白皮书。伊讲，这2年台商回台湾投资出现烧钱资源的情形，嘛，佫一届显示咱国内5大欠缺的问题也未解决。台湾5缺的问题。机会成本，这5缺之外，变成我们互相之间在抢资源，缺工缺料，目前在台湾是非常的严重。按的本地的劳力全部都被这些高科技启用了。今年7月初1起电前，主要锁定用电用真凶的公司，工业用电成本增加，接续9月份会召开电价审议会。工总表示，下半年电钱若是搁起，恐惊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如果这次再涨的话，会造成真的是造成民怨哈。当然，对产业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伤害哈，因为什么都在涨，电价在涨，就像人工在涨一升。所以我个人认为9月、10月这一波呢是不应该再去解决。工总表示，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合作长骨，在期内要加入 RCEP 甲 CPTPP 是真无简单。建议政府应该重新思考，甲台湾打造做区域运筹中心，甲国内剩的资金投入基础建设，吸引更较侪国际人才甲资金，产业才有机会有更较好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彩虹冠村，最近因为经营的业者不满市政府无要佮甲因继续合作，所以就用油漆擦掉部分壁顶的画来抗议。文化局是强调讲一定会依上法办，学者是希望讲双方应该爱冷静来协商。
彩虹贯穿因为任用的合约结束，营运厂商彩虹文创公司不满市府通知因搬锁的时间上赶，7月30暗头用油漆抹掉部分壁顶的彩画。8月初1文化局按照计划来封川征收，游客看到国际级的景点变做安尼，拢感觉真可惜。伊就要破啊！你话咱也唔知啊，咱迄落啊，情形啊，咱也唔知啊。唔知影啥物纠纷哦？系啊。整修。啊，这样可以吗？可以整修啊。台中市府大硬表示，建筑物甲壁顶的彩画拢是市府所有，会对业者来提告，嘛请人来清除油漆，拍拼恢复原地模样。彩画原创者彩虹阿公黄英富听到消息嘛表示认同，不过针对要恢复壁画时间甲工法，文化局是表示爱先等彩画著作权判决出来，到时嘛会请专业人士来到修复。目前我们需要针对后续的再去找专业的人士来做研议跟讨论，所以这个部分还需要再做更比较细致的处理。希望市政府未来跟这个彩虹文创公司的协商能尽快的来把这个文化据点来做恢复。学者认为，彩虹贯穿是台中出名的景点，文创业者甲市府对合约有无共款的意见，各界拢无愿意看到用激烈的手段来表达不满，希望双方拢会当认真来协商，做伙恢复彩虹贯穿这个文化据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地检署法警社保护室有妨拘留的被告，砸手机入去偷拍，佮把影片传去抖音顶头哦。外界指讲这管理伤过凊彩咯。中华检方是表示，嫌犯若是为着要装交保金，还是身体无爽快，是会当用手机来联络。检方嘛来检讨哦，嘛要求这被告来说明。伊个客空间佮伪炸等相关设施，详细甲看中景是伫咧法警社的保护室内底。毋过这段画面煞互传去抖音平台，佮有配角来剪片。虽讲干那短短10外秒，毋过被拘留的被告乃会当炸手机也互外界质疑。中华检方表示，经过追查，这段画面确实是地检署的保护室，是嫌犯或者是被告暂时互安置的所在。外流影片者为7月30号。由警方具体到案执行之被告孙某，因为被告开庭后表示要请家人筹措罚金及向家人报平安，考量被告的需求，使将被告暂时移至该室，让其拨打电话。而由画面的抖动跟角度，更可确认其系趁虚偷拍。自深的检法警表示，保护室内底按照规定袂当用手机除非是嫌犯或者是被告身体无爽快，或者是有特殊的需求，才会当暂时允准使用。毋过按照规定袂当录影。爱互伊打电话，转去厝的讲你传钱啦，交保，共做骹手艺因为爱伊疏忽啦。检法警表示，因为勤务无用，侦判一直注意被告使用手机的情形。检方也强调讲，除了通知偷翕的姓孙的被告来说明，对违法行为也会赶紧调查，而且也追究相关的行政责任，随后也会加强警戒监控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有一个姓地查甫人，甲厝邻的人去花莲耍 SUP 过船，也毋过却渡水死亡。后来发现讲，迄天的2个教练拢无救生员的执照，所以家属去告业者。检方调查嘛发现讲，这个姓地查甫人事先嘛无讲伊有心血管的疾病，所以最后是无起诉业者。也毋过因为业者无帮人客来投伤害险哦，所以判业者爱赔80多万。电商反天权真欢喜翕相，新北市这姓地查甫人自2020年时阵，甲亲人到花莲装着海保体验 SUP 入奖，毋过活动期间，伊请教练上一顶滑顶休困，教练爬起伊的奖棒时阵无设置冰船，伊跋落水了后，副奖棒等于滑边发生渡水，互家属无法度接受。他当时业者配给我们的2个教练，一个是未成年的16岁，一个没有救生员执照。执照又过期，带回去没有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而导致最后的溺水结果。家属告去法院，法官认定姓地查甫人伊的死因可能是心肌梗塞病变，所以判业者无过失。因为被害人本身有心血管的疾病，而且他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告知，所以这部分导致于被告这边就没有办法。预料到。
法官也针对业者无为客户保伤害险的部分判赔83万，业者低调表示尊重司法判决，不过有为游客保团体意外旅游险。一般会对游客进行什么样的投保？团体的意外旅游险这种的，团体的意外险，团保。那还有其他的险吗？没有了，像那种旅游险的话，个别，像很多都是他们参加旅行社才有那种个别的个人的旅游保险。花莲法院认定业者无依照投保规定为被害者保伤害险，互原告无法度受理伤害险死亡给付，依并法相关规定已经违反保护他人法律，所以依照投保的赔偿金额比例来算，判决爱予伊赔偿，专案应搁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小琉球因为叶热，尤其是吵哦。最近这事件的独木舟、佮 SUP 的设备嘛，蹲甲规个海边啊，拢总是嘛影响到附近的民众。有一寡沙坡地哦是无法规通管理，当地风景区的管理局嘛感觉真无奈。透早来到海边，就看到沙滩顶满独木舟甲 SUP。屏东小琉球暑假有真侪游客，居民进前就真不满，耍水甚至买早顿拢爱甲游客抢，但即马是连游客拢看袂落去。后市群礁这里玩，但是怎么这里都是人家在玩 SUP 啊独木舟，我们又跑到大湖这边玩啊，结果也是一样。沙滩甲海上拢是游具，互游客烦恼囡仔安全问题。高石、大福西甲中后顶沙滩，因为无适用渔港法真歹管理，虽然海渔锁顶单位一直劝导，部分业者照常打游具顶伫沙滩，互居民生态甲观光发展的冲突愈来愈严重。并不是说发展观光部可以反思到，就是小琉球还需要这么多的游客吗？或者是还需要这么多的业者或者是民宿进驻吗？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暑假阁愈互人看到小琉球游客过量的问题，为着降低居民的不满，批管处等单位近期准备开会讨论管理的办法。这些开放空间要如何去怎么做管理，这涉及到相关机关之间的联系，还有一些法规的问题。然后我们要研拟机关之间的一些协商机制之后，再跟我们这些业者来沟通协调。环团认为小琉球一直发展观光，煞无做更较侪的规范，政府应该赶紧定出像总量管制等管理的办法，卖互居民也是当地的生态，一到大尾就爱甲游客业者抢生存的空间。记者陈环武、柯正俊屏东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肯塔基州东部落大水后，水灾是真严重。州长贝希尔是表示讲，已经有28人不幸死亡，灾情恐惊会愈较严重哦。当地救援队是讲，因的设备上旧了，阁有当地基础设施因为淹水破坏了真严重，救援是真困难。美国国民警卫队嘛已经加入救援，利用直升机救出400多人。雨小可较停落，大水提起了。民众真无奈看到残破的家园，大家小揽伫咧加油。美国肯塔基州东部的大雨造成大水灾，居民伫咧灾后回想到倒片大水的过程，心内依然是惊惊。Within 10 to 12 minutes, I hear the noise and I raised the window and I seen the water, and I knew I had to get out of there. Don't forget about us. This isn't going to be something that's a week or 2 weeks. This is going to be months and years to rebuild. Our infrastructures are horrid. 当地救援人员讲，因的设备伤过旧，佮加上基础设施被严重破坏，互救援工作更加困难。当地伫礼拜依然有差不多13000户停电。美国的国民兵也已经开始斗相共，出动直升机到灾区救掉伫咧内面的人。The weather is really bad. Sometimes that limits our ability to get into there. But our air crews have done amazing work to get in there. In fact, they've rescued over 400 people by helicopter. 肯塔基州的州长讲，包括4个囡仔在内，已经有至少28人因为这场大水而死亡。这是肯塔基州7个月来第2遍拄到国家顶级重大灾难。州长强调，中间的路虽然真长，不过大家也是要努力做。We have infrastructure that's making it tough to reach people and to take care of people. Especially in eastern Kentucky, roads and bridges are a lifeline, and we have dozens of bridges that are out that make it hard to get to people, make it hard to supply people. And then water. Entire water systems down that we are working to get up. 不过官员讲，可能会落更加侪大雨，阻碍救援的工作，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增加。美国的国家气象局预测，伫8日还有几波阵雨加暴风雨，
管他只就伫东部甲南部的大水减少，会一直做到当地初一的早起。公司新闻陈伟林编写。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佮继续的战，罗西亚是讲因攻击罗西亚乌海基地。另外，乌克兰南部的都市尼古拉耶夫嘛受到罗西亚的轰炸。乌克兰上大的粮食出口的公司头家翁仔某不幸死亡。罗西亚总统普廷昨签署新的海军准则，强调讲美国甲北约组织的势力扩张是罗西亚面对上大的威胁。俄罗斯继续攻击乌克兰的前线，乌克兰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遭受大规模的攻击。乌克兰上大粮食生产甲出口商之一的尼布伦农业公司的头家翁仔某，伫攻击中不幸死亡。因公司伫咧做小麦、大麦甲番麦生产出口，有家己的军队甲军厝。Мої щирі співчуття рідним та близьким подружжям Вадатурських. Саме такі люди, такі компанії, саме наш український південь гарантували світу продовольчу безпеку. Так завжди було і так знову буде. Зараз російська армія намагається посилити позиції в окупованих районах півдня нашої країни. Збільшує активність. 目前俄军攻击集中伫咧顿内刺客，泽伦斯基希望居民赶紧撤离。俄乌战争以来，引起全世界能源甲粮食的危机，并且对全世界经济造成影响。这两个国家拢是世界粮食的主要供应国。泽伦斯基讲，因为俄军的入侵，乌克兰今年粮食的收获可能减半。这个30日是俄罗斯海军日，伫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区的乌海舰队基地总部互无人机攻击，造成人员受伤。这件活动也取消。俄罗斯指控是乌克兰发动攻击。伫圣彼得堡的庆祝活动，总统普廷亲自到场签署新的俄罗斯海军准则，设定海上大国的雄心，也讲美国加北约的扩张是俄国的上大威胁。Ключевое здесь эт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Он способен молниеносно ответить всем, кто решит посягнуть на наш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свободу. 普廷伫演讲中并无讲到乌克兰冲突，不过海军准则设定的范围是包括乌海甲亚速海，要全面加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菲律宾伫小马可斯当选总统了后，伊爸爸老马可斯相关的册拢互抢了了。听讲是因为菲律宾的民众真烦恼，讲政府会甲记录老马可斯独裁的行为，相关的历史拢改掉。另外，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菲律宾独立记者瑞萨，伊办了网络媒体已经一项要求关门了，伊嘛有可能会互掠去关。也毋过瑞萨是强调讲，伊会继续坚持新闻自由的理念。He got it done. Sometimes with the needed support, sometimes without. So will it be with his son. You will get no excuses from me. 伫6月30日就职演讲当中，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公开俄罗伊的老爸，讲老马可斯迄个时阵执政摕到菲律宾自1946年独立以来上大的成就。事实上，伊早伫2年前到公开表达，历史课本当中记录爸爸占卜过腐败政权是咧假囡仔讲白惨，这互菲律宾人真烦恼。对当年老马可斯主政21年期间，有7万名异议人士互军警杀害刑求性侵。夫人伊美代丁家族新屯国家资产100亿美金这恶行，甲86年推翻伊的人民力量革命抗争，会为历史上消失。会记录历史上好的方法，就是保存相关文件。菲律宾人150本被马克思戒严令，因未重演，即马交册要等2个月。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出版社表示，差不多10本关系马克思独裁统治的册也拢未了了。这住伫香港菲律宾移工解说，伊甲几十名菲律宾人买册，是烦恼马克思家族成为洗白，也为教育家己甲下一代。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地执政期间，严重打压言论自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菲律宾独立记者瑞萨创办的网络新闻媒体拉普勒新闻网，刊出杜特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名义之下滥杀9万名无辜民众这报道，当年遭到政治性针对。We've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 and then the weaponization of the law. In less than 2 years, I had 10 arrest warrants. 就伫杜特地下节前一天，拉普勒被控用主谋式危险，将公司控制权未予外国企业为理由，被命令
营关起来，无到2个礼拜。法院宣判，瑞萨伫一项网络诽谤罪上诉审败诉，可能要坐加7年。瑞萨表示，伊对小马可斯政权下骹媒体自由的前途感觉真烦恼。The sting of fear out, then you can actually handle it, and that's what the entire company has done. It's been a long time, so we're ready, and we'll just continue doing our jobs. 公司新闻王安康评价。来看台东县为一间公路客运叮当客运哦，陪伴台东的民众将近50档咯。伫8月1开始，这间台东的叮当客运要分做东台湾客运甲行动客运，分别来经营唱歌南回线甲东海岸线，因为路线甲票价哦拢未有变动。那伫台东转运站坐公车，也有开往东海岸、花东唱歌甲南回线的公车。过去的公车拢合作叮当客运，不过为8月1开始变做2间客运，一间合作行动客运，一间合作东台湾客运。不过这对偏乡的民众来讲，号啥物名无重要，只要有公车通好坐，才是因真正需要的。少人啊，少有出入的拢老人较济啦，少年人拢开车，你无走，老人袂晓开车。台东县客运会分做2间，甲公路局交通路线补贴的政策有关系。46年前，迄当阵台东县都有2间客运公司，不过因为迄当阵的公路局敢若会当补贴1间，所以合并成做叮当客运做回补贴。不过实际上的经营也是2间公司，互因感觉真困扰。不过后来公路局调整路线补贴的政策，只要愿意经营的业者拢会当来申请，所以为8月1开始，2间客运就正式分开。那当然，在公司分割之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想要做什么，想要怎么做。然后补助这个点东客运以往的部分有29条路线，当然分营之后大家各自的补贴路线的部分也不会影响到他们权利了哈。目前台东县这2间客运的业者，行动客运要是依次经营东海岸的路线，也若东台湾客运是做唱国甲南回线，车身的标识甲公车牌仔会继续做更新。业者表示，虽然即马是个人咧运作。不过过去的服务甲营运的路线也是同款，民众甲游客会当放心坐车。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将军有一寡农地哦，定定拢会烧起来，因为当地路真矮，消防车拢无法度入去救灾哦。最近将军消防分队就新买一台货车，要来改做消防车，望讲会当来方便救灾。这田里若阵发生火灾，大部分的消防车是真歹过田花路，消防人员就要救水线，搁再破过6个米仔的田，才会当到火灾所在。若开时间，搁开体力。不过最近将军分队有买一台4驱搬运车，经过改装了后，也成做柴园拍火新武器。到了现场，这台车除了载运装备，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在乡间偏僻的地区可以去找路。找那个可以让消防车走的路，可以节省消防人员跟义消兄弟的这些体力的负荷。这台搬运车会当经过细条的长华路，车后斗会当载500公斤重的消防水弹、抓水头、抽水泵布，而且有4轮驱动性能，会当克服田园内面8悬8低，甚至是6个米的环境。实际这次200公尺远的火灾现场，个用手落去舀水线需要5分钟，不过用车去补水线只需要1分钟半。细条的中间，你消防车袂当入去，用这台保卫车来代替，车入去到地交通啦，会当到地的所在，就会当讲起爆火，后面大台较做后面的赞助。台南将军地区因为路途遐远，加上田园火灾真济，对消防人员的体力是一大考验。加在有这技消顾问团协助，透过思考精进消防设备，对民众也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立教一间5架老厝，超过60档的历史咯。家孙仔是真有心哦，因整修老厝来保存传统的建筑。最近已经完工，嘛开放予民众参观，咱做伙来看卖。整修甲新点点的老厝，犹原保留古早味，徛伫咧乡野当中，充满时代感。这是伫咧台南市的六甲区赤山林湖岩附近的5架老厝，自1958年起到今，已经超过1甲子。屋瓦呢，整个呢翻掉，发现里面的屋瓦的一个竹子呢，都非常的老旧了、腐蚀了，后来就把它更新完，变成木造了。那现在呢，那个竹子呢，就在这边当栏杆了。
住户吴成仁表示，因为旧厝需要整修，佮请师傅专工保留老建筑的元素，为厝顶到涂骹铺的砖仔，也佮有镜晒窗，希望后代未来也会当看到这款充满文化意涵的建筑。中间呢，这边有一个止铺，停止的止。客人来到这边的话呢，他就停下来了，主人呢就出来迎接宾客，欢迎入内，在上面那个地砖呢就可以进入的入。面对愈起愈侪老仔厝的现代社会，吴家的子孙选择将这间老厝整修甲好势好势，佮开放一般的民众来参观，互渐渐消失去的传统正新互良会当继续保存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新市有一位退休的国文老师李善如，伊因为对台语的声调真有兴趣，参加新港社的台语文化班哦。台语嘛学写诗写词，伊嘛家己作曲哦，嘛所写出真水气的台语歌，咱做伙来欣赏。水气的诗词配合浪漫的 melody， 这条台语歌是退休的国文老师李善如所创作的。伊对台语优美的声调真有兴趣，所以来参加新港社内社区的台语文化班。伊也甲家己写的歌曲参社员分享，社员也拢讲写甲真赞。这2礼拜发表了后呢，这个内底的学员呢，学习啦非常认真啦成果这样是大家拢会当来朗朗上口善如老师有够无简单，甚至阮学员咧做诗做词，伊就甲阮谱曲甲阮安尼谱，就甲阮教，我感觉真好。过去社员写好诗词，配曲拢是亲像苏桂红、江水调这寡别人写的曲，毋过煞后若要出册，就搁爱烦恼版权的问题。即马李善如家己作曲，就会使解决这个问题。阮社内过去同学拢有咧做诗词，但是阮的诗词呢，拢无曲通好用，所以老师拢用一寡古早的特曲版本。最近又搁要成立一个迄个乐器班，家己作曲，家己同学来弹，安尼时阵咱会当甲一寡古早的诗词，拢用咱家己做的物件来表现。李善如毋但家己写词写曲，伊也指挥社员演奏。希望众人投入台语歌的创作，体会台湾话艺术。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翕相拢爱翕背影哦，一款真有意境的相片。咱来看艺术家陈定哲，伊的雕刻作品哦，做的红仔拢无看到正面。伊讲，因为伊本人较避暑，所以拢无啥敢甲人对看，所以会安尼创作，嘛是要来表达出孤单的感觉。展览厅内底有真侪红仔，毋过详细甲看，所拢简单看到背影，无看到红仔的表情，互人加真侪想象的空间。那其实跟我比较内向，然后比较不容易去看跟人对视的那种感觉很像，就是好像有一点孤独的那种感觉。那么多数量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在一片人群里面。艺术家陈定哲表示，背影会当传达灵魂甲心内故事，袂受到表情甲情绪的影响。而且展览厅内底侪仙翁仔，就亲像咱人生活伫咧人群当中共款。若甲即挂作品一仙一仙分开来看，嘛有无共的意义。陈定哲会甲新闻亲像是疫情，也是乌克兰的战争即挂议题，放入去伊的作品内底。那这件事比较像是在讲战争跟和平的问题，所以就是像他其实小朋友也是穿迷彩的，可是是那种很可爱的迷彩，但是迷彩的来源其实都还是被运用在军事上面，这样子去做一个对比。除了家己点点啊想象红仔的故事，展览嘛利用科技，互红仔振动起来，甲观众讲因的故事，互观众看甲家己想的敢有共款。但是无共，嘛会当提供观众一个无共的角度来看世间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美国 NBA 塞尔提克队的传奇中锋比尔罗斯张过身，食到88岁，伊甲球队摕过11座的总冠军哦。伊嘛是 NBA 史上头一个非洲裔教练，伊嘛定定会为人权的议题来发声。
在波士顿市政厅外口 NBA 塞尔提克传奇中锋罗素的雕像下骹有人献花致意。这座雕像2013年揭幕，到即马罗素过身，伊生涯有10名的冠军手指和球迷尊称做手指王的荣耀，会加做永远的回忆。罗素的亲人在社群媒体发布消息，暗过无说明死因，声明指出，咱希望咱每一个人应找到一种新的方式，甲比尔无妥协有尊严，甲拢是用建设性的程度来行动或者是发声。这将是咱挚爱的6号球员最后一摆，也是永远的一摆胜利。罗素的6号球3号尾1972年退休，以1956甲1969年效力波士顿塞尔提克，除了生涯5摆战出上价值球员，12摆入选全明星赛，也伫1980年被篮球作家评选做 NBA 史上上伟大球员。虽然伊伫得分榜上毋是上好的，毋过伫防守甲篮板方面却是上赞的，也被认为是球队当中无私奉献的典型人物。1966年，伊接任塞尔提克总教练，成做 NBA 史上第一个非裔教头。佮以教练兼球员的身份带队，伫1968年甲1969年得到冠军。Yes. Becaus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s respect. And basketball respects a man for his ability, period. 罗素除了为篮球运动重新定义，也伫种族分裂美国改变大家看待运动的方式。伊把甲非裔政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斗阵游行，也支持君王阿里。2001年得到迄时阵的总统奥巴马互伊上悬的平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另外，罗素1975年竞选进入民进党，毋过却伫2019年，也就是44年后，才挂民进党的手指，因为伊成为史上第一位伫 NBA 选秀被选到的非裔美国球员库珀，佮靠资格伫伊进前得到民进党的输赢。库珀虽然伫1984年过身，毋过伫2019年成功入选民进党。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今仔开始到拜四，受到低气压瓦近的影响水汽会增加，各地拢有可能会熊熊下大雨。今仔新竹北甲东半部嘛是真热、真热的天气温度会到36度以上。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华东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